为了确保三个人客喙内每一只虾仔拢是健康完美，该餐厅坚持用的就是高品质的纯养净养，也是让虾仔伫开放式的活水当中呈现上清的风味甲甜度。泰国虾为了这么严格控管，嘛，互该店经营37档来，每一道菜拢是名气餐点。特别用胡椒、用盐鲜的，或者是用麻油等等，都是让客一定要高管。连烹料嘛是送中药房磨出来，相当讲究。纯养的情况下呢，再加上池子是一个开放式的，其实虾是很安静的，因为它的氧气够，它不必跑动。那在这个过程，它的糖分消耗非常少啊。在这样的前提下，所烹煮出来的虾，在7成的这种不锈钢的锅。温度很高的情况下，然后我们的胡椒是印尼胡椒，但是我们会到中药店用中药店的磨粉的方式磨，这个是一个讲究啊。追求简单，却是真无同款的风味甲用餐体验。嘛，好台南泰国虾料理餐厅的老招牌持续徛稳脚步，业者为了感谢消费者长期支持，嘛庆祝温馨的父亲节，整个8月拢要推出打卡分享，得上青米露的好康。当然，最好的情况是，如果小孩能剥一只虾送到爸爸的嘴里头去啊，给爸爸感受到爸爸辛苦1年的这样的感受。然后同时呢，只要你有这样的动作，我们感受到家庭的和乐，西海岸就送你们2杯新鲜的生啤酒，让这个气氛更融洽。迎接疫情解封以后第一个父亲节，嘛邀请大家做伙用虾仔的好滋味来好好庆祝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